大家好，我係 Raymond。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越南呢個股市嘅。咁如果大家有留意新聞，都會知道咧，其實富時呢間指數公司最近就宣布咗將會將越南嘅股市從一個前沿市場升級成為一個新興市場。咁乜嘢為之升級一個市場嘅界定方式咧？咁其實喺啲主流嘅指數公司咧，基本上會將唔同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分成為大概可能係3個類別咁樣啦。咁第一個就係相對上發展得比較好嘅成熟市場，譬如美國啊、加拿大啊，或者係亞洲區有香港啊，或者係譬如歐洲嗰啲好多唔同國家，譬如德國啊、英國等等，呢啲都係一啲成熟市場嘅。咁至於新興市場，咁大家亦都可能會想象到就係最常聽緊發展得幾好快，但係個股市相對波動嘅，譬如係印度啊，或者係一啲東盟嘅國家等等咧，呢啲都係一啲新興市場。咁嗰個前沿市場又點咧？前沿市場相對上佢發展咧，亦都冇之前呢兩個分類咁成熟嘅。咁而越南咧就係其中一個。咁好啦，咁如果將越南從一個前沿市場升級咗一個新興市場，咁有咩好處咧？首先就係一般嚟講咧，其實好多投資者喺一個資產分配上邊咧，咁你會有成熟市場啦，即係美股啊，或者係香港嘅股市啊，或者新加坡嘅股市等等呢啲，咁你都可能都會有少少參與喺入邊嘅。如果你係一個好分散嘅投資或者係日本等等啦，咁好啦，咁但係新興市場咧，咁相對上你就會更加要控制住你嘅比重，因為佢嘅波動可能比較大啦，因為佢哋係一個發展嘅地方。咁但係咧喺唔少嘅新興市場入邊，大家都可能會透過啲唔同嘅組合去分散買入去啦。咁如果將真係越南係被加入去一個新興市場嘅話咧，咁一啲追蹤住呢啲新興市場嘅被動型基金或者主動型基金咧，咁佢哋都有機會要跟翻呢一個嘅分類咧，而去做翻一個適當嘅一個配置喺越南嘅股市度嘅。咁所以其實對於越南嘅股市咧係一個支持嘅。咁如果你睇翻過去一啲升級啦，由前沿市場升級去一個新興市場咧，咁其實亦都會睇到咧喺真正升級嗰年嘅之前嘅1至2年咧，的確係對一個股市有支持喺度嘅。咁可能亦都因為佢哋本身真係有個經濟環境嘅改善啦，又或者係一啲真係業績上嘅一啲提升，令到成個股市係更加暢旺啦。咁我哋睇翻咧，譬如左邊旁邊嗰張圖咧，咁你見到14年，我就攞咗由14年到最近2020年一啲被 MSCI 另外一間指數公司提升成為一間新興市場嗰啲地區，咁你譬如卡塔爾、阿聯酋等等呢啲咧，黃色嗰部分咧就係佢真真正正升級嘅嗰一年。咁你會見到咧，之前綠色嗰啲部分就係早1年或者2年啦。咁你會見到其實都有一個幾唔錯、幾亮麗嘅升幅嘅。咁但係去到真係升級嗰年咧，咁就似乎同升級個股市表現同升級就真係冇乜太大關聯。有一部分國家係升，咁有一部分係跌嘅。咁所以其實似乎咧，當真正升級納入咗指數嘅時候咧，其實就有一個可能係一個 sell effect， 就係當真係有啲消息出台嘅時候咧，咁大家就個炒作空間就叫做完咗啦。咁而家越南嘅話，咁個情況係點咧？其實越南今年咧都真係做得唔錯嘅股市表現。咁年初至今，而家就大概係10月頭錄呢條片嘅時候咧，咁就已經升咗接近53%㗎啦。咁同今年升得一樣好勁嘅喎，咁個升幅係好接近嘅。咁可能如果出年嘅時候真係納入去富時指數嘅話咧，咁究竟會唔會好似之前咁嘅有一個 sell effect 嘅情況出現咧？咁呢個係大家亦都需要去留意同關注翻嘅。咁不過我哋其實關於越南股市仲有另外一個憧憬嘅，就係今次將越南升級嘅咧，係其中一間指數公司叫做富時。咁另外有一間好多被動基金會追蹤或者參考佢哋嘅指數就係 MSCI， 頭先啱啱提過啦，亦都係旁邊呢個表嗰間指數公司。咁佢哋暫時咧就未有一個相關嘅討論嘅，咁市場其實都有留意緊呢度相關嘅發展嘅。咁如果你各位投資者係有留意開越南嘅呢個市場嘅話咧，咁啱啱提過呢啲升級或者究竟呢個潛在 MSCI 有冇可能再將佢納入咧？呢啲都係一啲幾值得去關注嘅地方嚟嘅。